有啲服務你蝕本都要做㗎啦。咁但係咧你就做翻一啲咧你可以賺錢嘅嚇，咁啊同其他啲私營企業可以競爭嘅，咁嚟到去補償翻，係咪一定要咁做咧？另一個做法咧，我哋將佢真係切割咗出嚟。嗱，呢個話到明係有公帑補貼嘅，但係政府對市民提供嘅必不可少嘅一啲服務，公帑補貼，其他嗰啲我唔做啦。如果你要做嘅話咧，咪真係成立一間即係私營嘅企業嚟到去市場嗰度競爭咯。係咪一定要將佢同呢個即係而家香港郵政其他服務要綁起上嚟咧？多謝你收聽我曾鈺成同埋 K 林子欣博士同你傾下香港拗緊乜。今日咧，我哋討論下香港啲郵政服務。係啊，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咧，都知道郵政署咧連續8年咧都虧損啦。咁去到2023咧嗰一年咧，甚至去到8億嘅虧損。咁而家咧就講緊要再增加一啲嘅撥款落去郵政署咧，就46億嘅新增撥款。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其實而家個市場環境咧，大家都知咧，我哋寄嘢有時都唔用郵政嘅，即係都用一啲私人嘅速遞服務啦。你哋最近幾時寄過信啊？哇！好耐之前啊，都係寄翻政府嗰啲嘢上，譬如寄稅局啊嗰啲信。係。咁啊，然後咧有人亦都話啦，其實咧郵政局咧佢本身嗰個結構上面咧，佢都係一個不公不私或者半公半私嘅一個設置啦。咁佢哋喺個結構上面其實負擔緊咧就係一個公務員嘅人工，但係佢哋要同私人市場競爭喎。咁點樣去改革咧？即係呢個始終都要面對問題。咁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去傾下啦。嗱，曾生我哋講咧，即係郵政服務咧，其實90年代咧就行緊一套叫做即係營運基金嘅 trading fund 啦。我哋90年代成日用呢個做公共行政嘅一啲例子都係幾創新嘅，因為佢嗰個帳戶咧其實就同政府嗰個庫房係分開啦。因為一般咧傳統政府部門咧，你收入同埋支出基本上都係庫房支付啦。咁但係咧郵政局咧就因為其實佢有好多特別嘅服務嘅，譬如嗰陣90年代 Speed Post 啊，即係都賺到好多錢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嘅一啲收入咧就可以自己 keep 住。咁政府咧作為一個類似一個最大股東咧，就收翻一部分嘅股息啦，咁就算數啦咁樣。咁啊，但係去到而家咧嗰個即係成個市場環境又唔同晒咯喎。係啊，嗱，你講咗一啲發展嘅歷史啦，即係我後生嗰陣，即係90年代之前咧，郵政局咧就係一個政府部門嚟噶嘛。咁所以咧就所有郵政局嘅開支咧冚唪唥係政府出嘅，係咪由大水塘嗰度嚟嘅？然後佢所有嘅收入咧都係交翻曬俾政府嘅。咁即係佢唔使即係冇自負盈虧嗰樣嘢嘅。咁但係咧你講嘅90年代嘅改革咧，當時係作為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典範嘅喎，係咪啊？咁嗱，咁90年代嗰個環境同而家咧當然好大分別啦。嗰陣佢做得咁成功，而家唔得，咁其實主要係咩咧？咩原因咧？嗱，如果我哋講翻咧，其實即係 trading fund 咧，其實而家政府又仲有幾個部門都係嘅，不過就淨係郵政咧，就似乎嗰個帳戶係最差啦。譬如邊啲做得好咧？例如機電工程署啦，咁因為佢基本上就係政府，如果你要起公屋或者你要起政府辦公大樓，其實你都會用翻機電工程署服務啦。咁另外公司註冊處啦，基本上獨市生意嚟嘅，即係你註冊公司你一定要去嗰度噶啦。咁但係郵政咧就似乎冇呢個獨市嘅優勢啦而家。咁另一樣咧就係政府其實而家自己都要推電子化啦，咁變咗我估政府自己用翻郵政服務嘅需求亦都少咗。咁無論係市場上定係政府自己需求上面咧，都令到即係郵政會有好大壓力。係啊，所以嗱。最近寄一個咧就係個差餉物業估價署，就要我好簡單啫，其實俾寄張表嚟，咁啊要我剔到底咧你呢個物業咧係自住咧，抑或係租咗出去，係咁簡單，咁啊要寄翻出嚟，我先至知道咧，我而家寄封信咧要2個4。另外稅單咯，冇錯係稅單啦。嗱咁呢啲要寄，咁我相信咧遲早咧呢啲都完全可以電子化噶嘛，係咪啊？因為呢一定要寄。好啦，咁所以變咗呢方面嘅服務。而家嗱，私人咧根本你有冇寫信俾啲 friend？ 冇乜啦。幾時會拎起支筆攞張紙嚟寫完信，跟住去寄咗佢咧？冇可能。咁有啲即係叫做比較正規啲㗎啦。譬如你有，假如話我哋成日搞活動咁樣發邀請函俾嘉賓咁，
咁咪寄封信咯。但係寄封信咧都係其實多餘嘅，你基本上已經可以都已經通知咗佢啦嘛，即係電郵啊，甚至 WhatsApp 已經通知到噶啦嘛。咁所以嗱呢個變成咧，即係呢個郵遞嘅服務咧，的確係即係同以前真係個需求係爭好遠。咁但係咧，你正話都提到啦，即係我哋而家呢個即係郵政局咧，佢提供服務咧就應該仲有好多，即係除咗郵遞之外咧，仲有好多喎。係啊，咁啊，譬如另外佢又有一啲即係賣紀念品就有啦，同埋咧，其實而家咧郵政我覺得都有一個優勢嘅，就係、如果你寄去外國咧，其實就係用郵政嗰個系統會方便啲嘅。咁譬如咧，我舉一個例啦，如果我喺日本去網購咧。佢通常咧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咧派件俾我嗰個咧都係郵政局嚟嘅。咁其實點解咧？佢就用咗一個即係萬國郵政嗰個系統啦。咁而好有趣嘅咧就係譬如喺日本咧，佢哋咧個市場咧都分得幾開嘅。例如咧，佢哋本地嘅郵件咧，其實都係即係曾生行都聽過嗰間叫澤吉便嘅公司啦，就係佢哋本地郵件咧，基本上好多都係私人可以派到。但係如果你去到講外國咧，其實佢就會用一個叫 EMS 嘅系統咧，就係即係郵政嘅聯盟嘅系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可以諗下，就係如果香港郵政嘅優勢咧，會唔會都係寄外國嘅信件比較方便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其實可能都好少時間會寄去外國，可能大部分時間都係寄去內地或者係香港自己入邊嘅一啲快遞。但係你講嗰個網購就反為係一個、即係一個大市場喎。嗱，我都即係將呢幾年就少咗去外地旅行啦。以往去外地咧如果買到一啲好嘅，但係咧就即係好重嘅嘢。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喺印度買張地氈，咁咧就咁我梗係唔會自己抬住翻嚟啦。咁佢一個送到嚟香港嗰陣，係咪都會經過呢個香港嘅郵政嚟到送到我屋企？係啊，一定係咁㗎。即係如果你用嗰個系統係即係佢係，因為咧，譬如你要去買嘢咧，通常佢網上會俾你揀幾個系統嘅。你譬如可以一啲私人公司，亦都可以揀係即係政府嘅郵政系統。如果你揀咗咧，基本上對接嗰個單位就係 Hong Kong Post Office。咁佢 Hong Kong Post Office 到底即係做呢方面嘅服務，到底即係用得多唔多咧？到底個市場到底點？如果國際市場基本上即係我覺得如果用一個消費者角度嚟睇咧，如果我要譬如 UPS 嗰啲咧，我覺得 DHL 其實都幾貴嘅。咁但係如果你香港郵政就會平啲啦。咁另外咧就係我有朋友試過寄去台灣咧，佢話如果寄信封咧就要問對方攞佢嘅一啲身份證個人資料嘅，但係如果你 through 郵政個系統咧就唔需要嘅。咁所以嗰個即係個系統上面方面咧，我覺得如果你講國際嘅聯繫咧，其實郵政都有個優勢。咁呢樣嘢我都唔知喎，因為先一排咧，我有個舊同事，佢就已經移咗民啦，咁啊翻到嚟，咁就辦翻佢一啲證件，辦翻嗰個回鄉證，因為佢其實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啦，佢辦個回鄉證，咁佢等唔切攞，咁到發證嘅時候咧，佢就叫我寄過去俾佢，但係佢又叫我用 DHL 喎。如果用香港郵政得唔得嘅？都得嘅，不過可能 DHL 再快啲啦，我估。係咪咁咧？如果即係香港郵政咧，根本係可以即係有效地提供呢啲服務咧，我覺得似乎係咪宣傳又唔係好夠咧？因為我都唔知喎，我呢個舊朋友佢話：你 DHL 過嚟咪 DHL 同埋可能咧，你取件嗰個時間，即係因為郵局佢始終有一個辦公時間限制。咁譬如你用一啲私人嘅公司咧，你可能夜佢都會有一啲取件或者送件服務。咁所以亦都近排有人講過啦，話郵政嗰個服務係咪都仲係維持同其他政府部門差唔多嗰個時間就即係閂門咧？因為你有好多打工仔其實放咗工我先有時間去取件㗎嘛，咁你放工嗰陣佢就閂咗門，佢就閂門啦。到我翻工佢先開門，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唔方便嘅地方啦。咁而咧呢排咧，即係我見到都有好多報紙嘅評論都有講郵政嘅問題咧。其實我都覺得涉及一個公共行政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就係究竟郵政是否一個 essential public service？ 佢係咪一個好重要嘅公共服務咧？咁曾生點樣睇咧？係咪一定要嗱？首先第一，佢係咪一個重要公共服務？第二就係佢需唔需要一定要由政府去提供咧？嗱，首先第一個咁就正如我哋正話都傾過啦。去到今日咧，即係你如果講信件，
咁啊私人嘅信件根本就好少噶啦。但係冇辦法，即係你同政府部門好多交往咧，佢都仲係要通過呢個郵遞嘅方式，通過呢個信件嘅方式。咁所以咧呢樣嘢就譬如你如果住喺啲偏遠嘅地方，你住喺離島啊，或者即係新界啲遠呢個地方，如果你冇咗嗰個郵遞嘅服務咧，咁就真係好貴。偏遠地方有時可能佢加附加費，如果你私人派件。係啦，係。咁同埋即係你政府一定用咩？一定有個郵即係係啊，一定用呢個用呢個即係香港郵政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如果從個經營嘅角度、商業經營角度嚟講咧，佢就真係好即係好唔划算。即係從嗰個郵局嗰個角度嚟睇，咁但係因為嗱你嗰封信都係收咁多錢，咁啊佢又要寄到派到去咁遠，咁啊揾人嚟到派，咁所以呢樣嘢似乎就有一啲服務咧係真係要，我認為應該由公家嚟到去承擔。係，我同意。係咪咧？因為嗱，其實頭先曾生提咗幾樣個郵費啦，即係起碼係可以負擔啦。第二就係個郵局嘅。即係嗰個派送點啦，即係個郵局地點啦，同埋嗰個派送時間，其實呢啲都有一啲公共服務承諾嘅。咁我同意咧，即係其實郵局即係郵政服務一定係一個公共服務，而且佢亦都係一個我哋香港都有參加即係萬國郵政聯盟啦。咁佢都係一個國際嘅條約嚟嘅。咁所以呢樣我覺得冇得拗嘅，話郵政係公共服務。咁只不過就係公共服務係咪一定要由即係政府部門去提供咧？因為我哋而家有啲公共服務，譬如電，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政府部門嚟噶嘛。咁所以而家又有啲人咧就傾緊啦。咁郵政應該點樣改革咧？咁曾生又有啲咩意見？嗱，我覺得可唔可以將佢分開咧？首先咧嗱，有某啲公共服務咧，就真係你可以講係唔計得成本嘅，即係唔能夠以呢個盈利作為一個係咪繼續落去嘅標準，咪發展嘅標準唔得嘅，你一定要提供。但係對於有一啲譬如速遞嘅服務嚇，譬如寄一啲包裹之類，嗰啲本地又好，去外國又好，咁因為已經有啲即係啲私人嘅公司嚟到提供，需唔需要呢個即係香港郵政去競爭咧？呢個我覺得唔需要。嗱，我冚唪唥從嗰啲退出嚟。我即係改變嗰個觀念，唔係話你即係而家呢個機構或者叫做香港郵政嚇，你咧就因為有一個經濟核算嘅一個咁嘅原則，咁所以嗱有啲服務你蝕本都要做㗎啦，咁但係咧你就做翻一啲咧你可以賺錢嘅嚇，咁啊同其他啲私營企業可以競爭嘅，咁嚟到去補償翻，係咪一定要咁做咧？另一個做法咧，我哋將佢真係切割咗出嚟。嗱，呢個話到明係有公帑補貼嘅，但係政府對市民提供嘅必不可少嘅一啲服務，公帑補貼，其他嗰啲我唔做啦。如果你要做嘅話咧，咪真係成立一間即係私營嘅企業嚟到去市場嗰度競爭咯。係咪一定要將佢同呢個即係而家香港郵政其他服務要綁起上嚟咧？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都幾有趣嘅問題就係，我諗咧全球嘅郵政即係公營嘅郵政服務，其實都係蝕緊錢嘅，即係因為始終市場上面好多競爭啦，亦都我哋少用紙啦。咁所以咧，即係曾生講嘅方向，我諗第一個咧就係即係分開嗰個帳目去處理，或者即係你轉郵政嘅 KPI 啦。因為我哋而家講話郵政即係蝕咁多錢，聽落好多啦。咁但係其實佢有部分係真係核心嘅公共服務嘅。咁另一部分就係佢自負盈虧賺錢嘅服務。其實譬如澳洲嗰啲咧，佢已經將個帳目分開咗。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核心公共服務，就政府直接俾錢去公帑支付。而你其他賺錢嗰啲，譬如 Speed Post 嗰啲服務，咁你咪就自負盈虧。咁所以之後睇究竟係咪自負盈虧，就係睇另外。冇錯啦。如果即係你經營去發覺即係無利可圖嘅，我咪唔做咯。嗰啲可以咁啊嘛，係咪？但係你嗰啲核心服務你唔得啊嘛。咁啊，另一種方法咧就係譬如德國咧，佢就變咗私營化嘅，即係嗰個郵政服務。咁但係咧，佢就好似譬如香港嘅電力公司同政府都有一啲嘅即係同意咗嘅條件啦。譬如德國嗰個
私營嘅郵政服務咧，其實譬如佢對派遞嘅時間啊、郵費嗰啲咧，其實都有個服務承諾喺度嘅。咁而同時好有趣咧，就係德國嗰間郵政公司其實佢亦都買埋 DHL， 即係佢其實買咗一啲私營企業嘅服務翻嚟，咁變咗佢係一個幾成功嘅轉型例子啦。另外咧就亦都有啲國家都幾得意嘅，譬如日本咧，佢就開拓第啲服務，即係郵局除咗做郵政之外咧，就做埋第啲嘢。咁因為郵局個特點就係佢唔同地方都有啦，即係如曾生所講。咁但係咧，譬如你日本咧，有時有啲鄉村啊啲地方佢冇銀行或者冇地方去買，譬如一啲好簡單嘅人壽保險嘅，咁所以郵局佢做埋咩咧？就做埋銀行。即係主要做埋保險啦，咁就即係幾樣嘢加埋，咁佢咪 make 到 money 咯咁樣。好似台灣都係咁樣做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香港就好難照抄呢個做法，因為香港太方便啦，即係你撳機 ATM 啊，或者你本身個銀行體系太成熟，所以香港就難啲去搞呢一套啦。咁但係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分開帳戶呢個方法，其實係可以做。假設我哋嘅前提係郵局繼續係一個政府部門。你分開帳戶咧，當然嗰個我首先想問一問，你剛才講嗰啲例子，譬如好似德國咁樣，佢即係所謂叫做私營化之後，咁一般人佢要支付嘅嗰啲即係郵費啊，佢會唔會提高咗咧？即係如果係核心服務就唔會，核心服務就唔會。但係其他譬如你頭先所講話，我真係要速遞要寄啲好大嘅嘢，呢啲唔係基本嘅服務，咁嗰啲就係用咗市場邏輯。咁正話你都講啦，佢呢一個公司即係私營化咗嘅呢個郵政服務公司，佢要同政府係有啲協議㗎嘛。即係因為即係你佢既然有某啲服務咧，可能要即係公共嘅，即係佢可能要佢要蝕本都要做嘅咁。政府度對佢亦都應該有翻一啲即係有一啲即係支持啦，即係政策上面咁樣。好啦，咁我話佢嗰啲服務係咪壟斷嘅咧？即係有冇其他人可以同佢爭嘅咧？咁可以嘅喎，即係因為佢唔止一間速遞公司噶嘛，即係所以頭先德國嗰個例子就係佢一定要再有一啲賺錢嘅，即係譬如佢吸納咗一間嘅速遞公司入嚟去做生意，即係佢都要面對一個市場競爭。佢因為基本上變咗一間私人公司，即係佢都要面對私人競爭，但係佢面對呢個市場競爭嘅同時咧，佢要承擔嗰啲可能即係無利可圖嘅一啲服務喎。係啊，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個市場環境可能會同香港有啲分別，因為香港即係寄內地真係的確，譬如而家順豐菜鳥嗰啲真係好方便，我覺得個競爭環境有分別，係啊，係。咁譬如日本亦都係個競爭環境會有分別咯，即係你講國際郵件嚟講，日本基本上日本郵政係即係一個大嘅市場嚟嘅。咁而且咁嘅，即係你去營運一個政府部門，同埋你去經營一個私人企業咧，可能即係你嗰啲無論你嗰個你個所謂 mindset 啦，即係你所需要嘅嗰啲技能啊，同埋你嘅思維方式可能都好唔同。咁即係如果而家我哋見得到香港郵政，佢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嗰個即係經濟即係出現呢個長期嘅一啲赤字嘅問題，咁你就要研究佢嘅經營嘅方式，到底是否符合嗰個市場嘅規律咧？咁樣係啊，有啲人就話，即係佢係政府部門，佢始終最大嚿嘅負擔係嗰啲人工。即係因為郵差都係公務員，咁當然即係近排有啲爭議就係轉咗做合約啦，有啲即係有啲郵差，咁但係佢始終孭住譬如個薪酬同一啲福利退休金，咁個開支一定大㗎。但係如果你係私人市場，即係嗰個薪金就浮動好多㗎咯。咁所以即係亦都有啲聲音就話係咪應該要去私營化咗即係郵政服務咁，因為始終人工嗰度太，即係你亦都未必需要俾咁高人工去做呢樣嘢咯。當然你即係但係就一定會好多人嘈㗎啦。冇錯啦，呢種嘅私營化咧就即係一定會有一大批人嗰個利益會受到損害啦。咁話曾生覺得即係個矛盾指數點睇咧？我認為好高，我會俾到5嘅。因為嗱，即係除非我哋即係接受咗呢樣嘢，呢個香港郵政咧，去到今日呢個咁嘅環境，
冇辦法㗎啦，係要政府不斷咁補貼㗎啦。即係佢維持到佢嘅即係嗰個服務嘅覆蓋嘅範圍，以及維持翻佢服務嘅質素，咁咧就一定要補貼㗎啦。咁嗱，除非係咁樣，咁我哋要接受呢個觀念。如果唔係，如果即係我哋仲有個所謂自負盈虧啊，佢應該即係能夠即係自己解決到佢自己嘅財政嘅問題嘅話咧，咁我相信即係一定好多爭議。即係你譬如就你包括個剛才我哋講嘅員工嘅體制嘅改革啊，服務嘅時間啊，等等，我諗都會好大爭議。我都會俾到5，係因為我覺得可能而家都出現咗一個結構性問題啦。即係如果你講話佢個虧損已經持續咗咁多年，其實都唔係透過話我因為而家都有一啲即係建議譬如可能星期六又唔收件啊，又或者刪咗某一啲冇人用嘅郵政局嘅分局。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長遠嘅結構性解決方法咯。咁當然啦，即係陣痛最少就係頭先我哋講嘅一個方法，就係即係將個帳目分開啦，即係一啲核心嘅公共服務同即係真係賺錢項目兩個帳目分開啦。咁另一個再即係激進少少就將佢私營化啦。咁但係我覺得私營化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話如果佢私營化都有啲服務承諾，即係話其實一間私人公司都要孭住一部分係好大機會蝕本生意，因為你一定要有咁多個即係覆蓋點，同埋你一定要即係某啲時間一定要派信。咁我覺得呢樣嘢未必有一啲私人公司係願意去接咯。咁所以就即係似乎震動最少係真係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無論佢帳目啊定係佢個服務上面去改革啦。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即係呢一個嘅公共行政議題啦。咁歡迎咧大家繼續 like、share 同 follow 嘅。下個星期再見，拜拜。拜。